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那人要犯我呢？人要犯我呀，就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暴制恶。这只能给那些杀人害命的制造借口，让人心更为狰狞，暴行反复。人呐，不管是贫富贵贱、老少尊卑，都要和平相处，自由自在。这大概是我们道家的一种空想吧。这是一匹康国宝马，是我朋友送我的，我一次都没骑过，这回送你了。谢谢道长。前路遥遥，可为你代步，上吧。你等等，来，最后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没事，别惹事；遇事，别怕事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消灾不用刀，用刀不消灾。你懂了吗？你会懂的。好了，去吧。道长的大恩大德，水哥永世难忘。若有来世，水哥定当涌泉相报。好了，起来！施恩图报，非道家所为呀！快上马吧。多谢两位师兄的照顾。后会有期，看好你的刀。去吧。这。道长给了我一匹康国骏马，让我往东走，我就听道长的话，一直向东。后来，就来到了长安。哎，水哥，你跟我们打斗的时候说的那个太极神风，那是刀法的名称吗？对啊，那是我胡乱喊的。我爹的刀叫神风刀，道长给我传授的是太极内功，所以我就胡乱喊了一句，是我给自己提气壮胆的。哦，哎，我们去找到那伙蒙面强盗，给水哥报仇怎么样？没错，给水哥报仇。哎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全家？道长跟我说过，凡事均有定数。我听道长的，就先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别说了，以后这就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喝酒，喝完酒，我给你们跳舞助兴。干！
你咋了？撞墙了。疼不？不疼。你为啥撞墙啊？为你和他们。我们咋了？我不想让他们在这儿，我想把他们全赶走。你敢？竟拿你的头撞墙，还说不疼？亏你是个男人，你的心像豆子那么大。我不会同情你的，我不会心疼你的。你撞去，把头撞掉才好。我不会眨一下眼的。我要睡了，出去，出去啊！撞去，撞去，撞去！我不会心疼你的，撞去！来，走，看看。1、2、3。哇！怎么样？水哥出钱，我出力，这办的还算周到吧？太周到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尿盆都有啊！你再说。哎呦，疼！你轻点，姐，你轻点，我说。说。尿盆脸盆都是盆嘛，白天洗脸，晚上撒尿，我没说错吧？看那是什么？尿壶，姐，你连尿壶都给我们准备好了，你太细心了，姐，你快放开！哎，疼！你说，你以后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干啥？啊？每天早起，我倒尿壶。倒尿壶！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哎，有点规矩行不行？金、银、铜、铁。真好啊！哎，咱现在也算是有家有舍之人了啊！哎，自从我家败落之后，再也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铺，更别说尿壶了。咱们呢，也算是有了安身立命的地儿。这要感谢水哥还有赛马。谢谢水哥，谢谢赛马。朋友们，听说你们都是江湖上一些混吃混喝、惹是生非的小混混。店主听我说，那都是子虚乌有，纯属瞎掰的。胡说，店主，肯定是他说的，他胡说，我们都是乖娃娃。要感谢赛马，没有他的担保，我是不会收留你们的。姐，我们已经谢过你了。这个家有家规，店有店法，走遍天下，此为常理。你们可听明白了？明白。这个进了波斯酒楼，我就是皇上。皇上。对，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，是唯命是从。行，不偷懒，不占小便宜，不送坏东西，不惹是生非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勤快，精细，啊，要有脸色，要有眼色。哎，回店主的话，啥叫有脸色呀？有脸色吗？就是凡是到我店里的雇主，不论贫富贵贱，一律嘛笑脸相迎。笑脸相迎。哎，你这是傻笑，人家以为你是个大傻瓜。哎，这是浪笑，人家以为进了疯人院。哎，你这是皮笑肉不笑，人家会以为你是个脑残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在耍我吗？店主，这老天作证，我是诚心诚意，我是真的想知道怎样的笑才是笑脸相迎。怎样的笑？你们3个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是老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般都在醋房做醋，很少出来的。哎，什么？哎呀，好，哎，漂亮，好，笑得好不好？好，我已经拍手了。赛马笑也漂亮。哎，废话，赛马的微笑是我们不死酒楼的招牌。你们看见了他的笑容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听到他的笑声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只见笑容不闻笑声，让顾客觉得熟悉、惊喜。哎，这就是微笑嘛！朋友们，以后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嘛！啊！哎，那个吃了喝了啥也不干，就光微笑。哎，除了微笑，还要做别的很多事情嘛！啊，我来分配一下嘛。这个，你长得很帅气嘛，现在在厨房做醋，你又上得了殿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你还要去泡汤好吗？是，做醋跑堂。是，你就去那个厨房刷盘子，刷碗好了。刷盘子刷碗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不用笑啊。是啊，不用笑，没得你刷盘子刷碗也有微笑。边刷边笑。哎，哎呀，你好，你长得很英俊嘛。行。你呢？去这个厨房做酒好了吗？啊，做酒的时候也要微笑，不能蒙着个脸啊。你的2个小眼睛闪得挺激烈嘛，有点意思。你们能端菜端酒吗？好嘞。店主，我做什么？你很机灵，你就是话太多，就得罪了我的顾客。你得罪了我的顾客，就是得罪了我的钱袋子。你们就上马房骆驼圈去嘛！酒楼还有马房骆驼圈？废话，不死酒楼誉满天下，食客酒客是五湖四海。他们有5月前牵着骆驼到这里以前荒芜的富强大名，也有当地骑马坐轿到这里品尝美酒、看湖旋舞的拉国贵人。拉国贵人，哎，所以你们大家一定要笑脸相迎。哎，笑一个嘛！坐这儿。去。老大爷，你是新来的，给你当帮手。我不知道咋帮。这儿没啥可帮的。那也得帮啊，店主交代了，要勤快有眼色。要不就帮骆驼和马吧。帮骆驼帮马，咋帮啊？帮他们吃草吃料啊。啊？和你说笑呢。来，坐下，咱们看着他们吃草吃料。店主交代要勤快有眼色，还要有脸色。脸色？对啊，脸色就是微笑。哦，难怪你一见我就呲牙咧嘴的。对呀，跟你笑的嘛。来，坐下。不坐。为啥？你先教我笑。教你笑？
啊，店主交代了，进波斯酒楼做工。是一家子。不会吧？就这么一说嘛。我跟皇上真是一家子，我能在这儿吗？早就到皇宫里吃香喝辣的去了。就是喂马，我也是在皇家的马厩里。喝酒就明着喝，不会这么偷偷摸摸的做贼一样，想喝多少喝多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喝酒？你是怕店主看见。对了，店主看见喝酒要扣工钱的。我也知道了，你不光爱喝酒，还爱说话。我不爱说话，在这儿和谁说？和马说，和骆驼说。他们又听不懂人话。店主说我人小话多，才让我来这儿的。哎，来这儿好，来这儿啊，就有人和我说话了。哎，咱们不能坐了，该接客了。啊？接客？管马管骆驼还要接客呀？哎，客官里边请了。里边请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哎呦，您来了，哈哈，我帮您牵马啊，您的马就交给我吧。哎，走。哎，客官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来，给我，我来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给我进来！哎，就算我笑得不好，看见了没有？不能骂我呀！啊，把盘子和碗都给他洗。你去。高大堂端菜去，今天食客饱满，顺便把水哥也叫上。哎，好，快去快去！你不是喜欢耍怪吗？来，对着盘子和碗好好耍怪。我没耍怪呀，还没耍怪，你还给我嘴硬！我告诉你，回头好好收拾你。还弄得不行了你！是你让我跟他们笑的吗？嘿嘿嘿嘿。故意的吧你？我才不是呢！阿卜杜尔告诉我，赛马是我们大家的朋友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阿卜杜，干什么你？金哥，放开我！金哥，让我揍他！你们干嘛？
这么多客人，你们在打架？嗯？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让我看着他们俩吗？好家伙，看赛马跳舞，然后把碗给打碎了，他还诬赖我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这个大笨蛋，让你看好他们，你也不动动脑筋。啊，让你管你也挑个时间，挑个地方嘛。这么多客人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快去！还有你们，看什么？快点！金哥，别了，就这么算了。他在赛马的面子上，别和他计较。哎呦，金哥，哎，咋是你啊？我不会微笑呗？哎，不是我问金哥呢。和我换了，跑堂送菜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酒房的酒太多了，8辈子也喝不完。哎，我给金哥偷了一壶。闻闻。哎，你咋不给我整一壶？给你。哎，来逗你呢。不要了。哟，还不给了呢？长脾气了是吧？啊，看你心情不好，我找金哥去。嗯，哎。碎了，咋回事？不咋回事。嘿嘿，别生气了啊！哎，哎，你也不问我哪儿拿的？哎，这碎了赔钱的。反正都得赔，不差这一点。不是，我好心好意给你们偷酒啊，我让你们喝酒，没让你们摔壶啊！我说了，我赔。不是，今天你们两个怎么了？啊？跟有病似的。走了。你看，怎么了？他在调戏赛马，我管不了。赛马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喝多。你想干嘛？住手！别搅了我喝酒的雅兴。赛马，上官大人，我还要喝。放开！我还要喝。赛马，放开了！你不能再喝了。你喝。哎，干什么呀？赶快把他放下来，别惹上官大人生气。哎，你已经给我惹麻烦。赛马不能再喝了。哎，勋哥，你砸了我的钱袋子，你还想不想干啊？店主。上官大人，上官大人，我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。多原谅，多原谅。走。放开我！赛马，我没醉，赛马，我还要喝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谁啊？我还要喝。上官大人有钱，你没有钱。我还要喝。
水哥，你已经添杂了我的生意。你让他调戏赛马，这样来跟你挣钱？调戏赛马？谁调戏赛马？我看是你调戏赛马吧？你什么？哎，你要明白，这是谁的酒楼，是谁说了算？是你还是我？哼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统统都给我滚蛋！听明白了吗？统统的给我滚蛋！好不容易有个家，又要没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金哥，都怪我！这个事情不怪你，怪我。是我暴躁了赛马，得罪了那个什么上官大人，断了他的财路。我就偷了一壶酒，大不了赔他不完了吗？我也是好心啊，我给客人陪笑，他骂我有病。这要在别的地儿，我早把他脑袋打烂了。嗨，走就走，有啥了不起的？有啥舍不得的？波斯酒楼又不是皇宫金殿，端盘子洗碗算什么营生啊？我在骆驼圈和那个半大老头扯了一天闲蛋，乏味无聊。水哥，你放心，咱再回病房，凭我的手艺，保证有吃有喝，天不收地不管，自由自在。哎，水哥，你说上房我就上房，你说钻老鼠洞我就跟你钻老鼠洞，再小的老鼠洞我也保证跟你钻进去，咋样？哎，你们都咋回事啊？人家都喊着让咱滚了，咱还要不要鼓气了？要。你们呢？水哥，你发句话嘛？为啥呀？这是为啥嘛？银哥，你不是能说吗？你说说，咱为啥要赖在这儿不走？咱走就是回病方，回病方那又从远古调到远屯了。又过那种混吃混喝的日子啊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对啊，没前景嘛，咱咋来的波斯酒楼？不就是为了走正道啊？找个正经营生，以待来日出人头地嘛。啊，在这儿端盘子洗碗能出人头地？哎，古人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”行了，行了。然后呢？他波斯酒楼虽不是皇宫金殿，可是也算是食客云集，其中不乏达官显贵、朝中高人、能人志士。哎，咱要跟他一两个攀上朋友，那咱就算有了通天大道、青云之梯了。水哥，银哥说的对不对啊？我们来的时候不都说过吗？你问金哥。金哥，他说的对不对啊？早就说过了，肯定对啊。对，我咋就不知道啊？你咋会不知道呢？张良韩信你忘了？哎呀，忘了也好，记着也好。哎，就算咱愿意在这儿苦心志、劳筋骨，可现在人家不要咱了吗？要我们滚吗？你们要赖在这儿，你们赖着，我走，我也走。哎，铁哥，铁哥，哎，干什么？要走吗？要走就赶紧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波斯酒楼不要你们了，这个地方我要重新换人了。眨巴什么眼睛啊？是我的口条不好，还是你的耳朵塞了牛毛了？你，童哥，哎，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儿？好听难听都一个样。波斯酒楼从今天开始不要你们这些小混蛋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哎，铁哥，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本来我是要走的，你看不上我们，
我们还看不上你这破店呢。对，我们辛辛苦苦在这儿干了一天，你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有，还让我们滚。你让我们怎么滚呐？滚哪儿去啊？告诉你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别把我们当毛孩子。凭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手段，就能把你这家破酒楼砸成一堆瓦砾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信，当然信了。留下我们能护店，赶我们走能砸店。砸店前先把你做了，你信不信？信，当然信了嘛。所以走还是不走，不是你说了算，得我们说了算，听明白了吗？谁说了都不算，我说了算。哎，怎么？赶紧叫他们滚蛋！我喜欢他们在这儿。在吗？哎，就是他，一脸坏笑，抢走了我的食客。嘿嘿嘿。哎，还有他，偷喝我的酒，还砸了我的酒坛子。还有他，稀里哗啦把我的盘子和碗砸得满酒楼都是。哎呦，最可恶的就是这个水哥。你得罪了上官大人，那就是得罪了我的钱袋子。你知道上官大人一个月要在这里花多少钱吗？你能赔得起吗？还有呢？这钱还不够吗？就一天的时间，什么？就这么干一天，以后都不这么干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对，不这么干了。铁哥，你呢？这里面不包括我吗？为啥呀？我在马房骆驼圈，我一没损坏东西，二没得罪食客，我还学会了微笑，学会了点头哈腰，学会了拌草拌料。他应该奖赏我。哎，我凭什么奖赏你嘛？你多亏了在马房骆驼圈，如果你到了大厅，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。你看看，还有杀我，赶紧叫他们走。我不会杀你，杀了你，我到哪儿去领赏钱啊？你领什么赏钱？你有没有招待客人？你凭什么要领赏钱？我招待顾客了呀，我的顾客就是马和骆驼，我要给他们下毒了呢。哎呀，三妈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他还有下毒，狠不狠？赶紧叫他们滚蛋！他才不会下毒呢，他是乖乖娃。姐，要是把我惹火了，我就不乖了。不惹你，不惹你，你呀，不惹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惹你，相安无事的多好啊！他们损坏的那些东西，我赔偿给你，这样不就等于你没有损失了？哎，三妈，你说的轻巧，你赔。那上官大人呢？有我赛马在，没了上官大人，会有王大人、李大人。哎，三妈，你说的很轻巧嘛。你这么一说就没有事情了？你不听我的话，惹出更大的事儿。我知道他们的脾气，说得出，做得出。哎，好，三妈，这些小混混我就交给你了，赶紧把他们赶走。你看看他，马房骆驼圈啊，就得吓唬吓唬他。你们别笑了。在马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说呀，单独跟你说。现在说。哎，你出来！哎，放开我！怎么回事？干什么呀？阿普杜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放！你给我坐下！说吧，你说不说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啊？我乐意，我喜欢。我不喜欢。他们哪儿碍着你了？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们在一起。我就是不想让你跟水哥在一起。我要让他们走，我要让水哥走。好，你自己跟他们说去。
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我要跟你摔跤，摔跤？为啥？输了就离开波斯酒楼。为啥？我不想你跟赛马说话。摔不摔？不摔。哼，你怕输啊？是男子汉就接受这个挑战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我不会输的。你肯定？肯定。凭啥？因为你摔不过我。凭啥？你肯定输，摔不摔？摔。输了就离开这儿。我不会输。输的就离开这儿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可别跟赛马说去啊。放心吧，君子不做小人事儿。哎，你们俩规矩都知道吧？我可跟你们说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。现在有认输的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输了比赛又丢了面子。有没有认输的啊？好，嘿嘿，都是汉子。准备好了，3局2胜。第一局，准备，开始。这局不算。咋了？就应该你一喊开始，两个人愿意怎么摔就怎么摔，各显神通嘛。你说的那不是摔跤，那是打架。摔跤有摔跤的规矩，说好了不许反悔的。你这个规矩根本就不合理。对。水哥，你是摔呀，还是认输？中来，风微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金兰结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世间。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
就充满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胡旋雷，寻故野，善恶不待天地绝。一曲长歌，长歌一曲，东边日出西边雨啊。少年英雄，英雄少年，仗剑成